揭陳茂波兩公婆搲銀搲到盡啊！劏房同醉駕事件之後，陳茂波又捲入嚴重嘅利益衝突事件啦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而家如火如荼，佢嘅家族竟然被踢爆響古洞囤地啊！正如我剛才所講，因為呢間公司嘅股權係我太太所有，我冇實益權益，所以係唔需要申報。喺9月份，當我知道呢個土地係坐落喺新發展區嘅範圍裏面，咁我就向行政長官作出報告，亦都同我太太商量，我哋係主動提出咧，將呢啲股份賣晒佢。咁而家嗰個最大疑點就係話，即係你交塊地俾佢太太嘅，即係嗰邊嘅即係娘家，其實實際上面都係一個即係信託嘅形式，而係入邊仍然係嗰塊地佢自己有利益嘅咧。呢1,800尺嘅農地響河上鄉附近，陳茂波94年以個人名義買入塊地之後，轉頭就轉名俾國萬實業有限公司，亦即係由佢老婆許步明做董事嘅公司。許步明隨即將間公司申請為 Domain Company， 即係冬眠公司，亦即係間公司唔會有特別嘅財務活動，咁樣佢哋就唔使每年向公司註冊處提交周年報告表啦。喺08年呢間公司曾經回復正常，但到咗09年5月又再申請冬眠啦。最奇怪嘅係間冬眠咗咁耐嘅公司，竟然喺上個月尾再申請回復正常喎。時間上巧合到咁，擺明係等搭順風車，等住政府發展新界東北嘅時候收購佢哋塊農地。陳茂波當年只係以35萬向一間叫智樂企業地產公司買入呢塊農地，如果政府真係收購，笪地起碼賺成過千萬。因為嗰度咧，我睇過咧，亦都冇發展嘅價值嘅。係。佢嗰度就四面俾人圍住嘅，你用都用唔到嘅幅地真係，都諗唔到有會發展同埋呢啲嘢，即係唔知道詳情係點樣嘅。高生當然唔知呢塊地咁值錢啦，但貴為發展局局長嘅陳茂波，陳局長，你會唔知咩？當年梁錦松因為呢個嘅買車事件被指責偷步買車，涉及到嘅利益好少嘅啫嘛，當時係嘛？佢都要引咎辭職啊！所以如果你睇翻陳茂波連串嘅問題，包括呢個醉駕，包括呢個劏房，特別涉及到呢個土地買賣問題，係比梁錦松偷步買車嚴重10倍8倍啊！咁如果呢個政府仲有些少嘅廉恥嘅話咧，絕對冇可能可以容許陳茂波繼續擔任呢個局長啦。即係佢一定要呢一個辭職，而我相信佢一定要離開發展局呢個崗位。係。但係以佢嘅一個咁嘅誠信記錄，我覺得佢其實都唔適宜去做其他問責官。Ooh la la, ooh la la, ooh la la.